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8月初5，咱做伙来读以赛亚书第29章到第33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29章，阿利伊勒，阿利伊勒，你惨啊！大必安营徛起的城，你惨啊！恁一年搁一年，节期照时庆祝。毋过，我要互阿利伊勒拄着灾难，伊会悲伤吐气，会亲像伫烧会祭断的炉。我要四围十营围困你，要起土堆攻击你，起悬台攻打你。你会倒坏，对土地讲话，对阵内出细细的声。你的声会亲像牵亡的声对土骹底出来，亲像鸟仔啾啾叫的声对阵内出来。你的敌人会亲像油的土粉，强暴的兵士会亲像互风吹的粗坑遐多。一时仔久，忽然间，上主万军的统帅会用雷公、四呐、地动、狂风暴雨甲吞灭的火刑罚敌人。迄时，攻击阿利伊勒列国的兵士，所有伫攻击伊的城堡、围困伊的，会变做一个梦，亲像夜间的异象消失。因亲像枵餓的人忘记伫食物件，困醒枵地枵，亲像喙焦的人忘记伫啉水，困醒枵野生喙焦。所有攻击锡兰山列国的兵士拢会安尼。恁爱做戆人，出在恁当戆；恁爱痴迷，出在恁痴迷。恁醉茫茫，毋是因为啉酒；恁颠来颠去，毋是因为交酒。上主有甲恁灌入淡眠的神，甲恁的目睭就是身体暗起来，甲恁的头壳就是神经牵起来。因为安尼，所有的默示对恁看起来是红捌的册。这本册摕互捌字的人，请伊读。伊会讲，我袂当读，因为册封地。摕互毋捌字的人，请伊读。伊会讲，我毋捌字。主讲，这个子民用喙亲近我，用喙唇尊敬我，毋过因的心离开我远远。因敬畏我不过是照人留落来的假事，所以我要伫人民中间做一项奇异搁奇妙的事。因智慧的人的智慧会消无，聪明人的聪明会消失。惨啊！遐想要对上主暗砍因的阴谋的人，因伫暗中做代志，讲啥人看会着咱，啥人会知。恁颠倒是非，恁要甲社会师傅看做念头是无？受造的兼会当对做伊的讲，你无做我。非兼会当对社会师傅讲，你拢毋捌。搁无偌久，黎巴嫩会变做肥的田园，肥的田园会亲像树林。伫迄日，失聪的人会听见册内面的话，失明的人伫蒙雾黑暗中会看见。卑微的人会因为上主加添喜乐，善者的人会高举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因为强暴的人会消失，藐视上帝的人会无去。当单要做歹的人会灭亡，因用无事实的话害人受定罪。家己城门口判案的人设落网，搁用假见证陷害正直的人。所以，迄位捌
救赎阿伯拉罕的上主对以色列人民安尼讲：以色列袂阁受体辱，因的面容袂阁再青顺顺。当因的子孙看到我伫因中间的所做，因为尊我的名做圣，为尊那个神圣的上帝做圣，为敬畏以色列的上帝，武功的人会骄傲，傲念的人会接受教示。第30章，上主讲：这个背叛的子民惨啊！因无照我的心意，家己定计划，无照我的旨意乱结盟约，直到罪上加罪。因无问我就落去埃及，寻求法老的保护，通觅伫埃及的是故的。毋过，望法老保护变做恁的见笑，期待埃及地印。等到互恁流气。虽然因的官长去到索安，因的使者派到哈瑞斯，毋过因逐个人拢会受到侮辱见笑，因为埃及袂当帮助因，袂当互因什么利益，只有互因见笑流气。有关尼格夫野兽的信息，犹大的使者将财物载伫驴仔的脚脊，将财宝靠伫骆驼的脚脊边。因经过艰苦困难的地，伫遐有屎伫吼，有毒蛇甲肥蛇，去到袂当救因的国家遐，埃及的帮助完全无路用。所以我叫伊做坐定定无路用的拉哈伯，搭你去，伫伊面前将这个刻伫石板，写伫册里，伫要来的日子，通永远做见证，因为因是背叛的子民，欺骗的囝儿，上主的教示，因拢毋听。因甲先见讲，毋通看异象。因甲先知讲，毋通甲阮讲正确的语言，着甲阮讲阮介意听的话，甲阮语言无影迹的代志。阮要离开正路，对直路越走，无爱阁听到以色列神圣的上帝的名，所以以色列神圣的上帝安尼讲：因为恁拒绝这个信息，颠倒信赖压迫、挖苦、欺骗，所以这个罪伫恁身上会亲像官墙的逼魂、逼离，忽然倒坏，伊会亲像飞去，互烧灰师傅大力射，破甲脆糊糊，无甲一块会当摕来。出火炉的火种，扬水池的水。至悬的上主，以色列神圣的上帝安尼讲：着反悔安息，恁就得到解救；着定睛信靠，恁就得到快乐。毋过恁拒绝，恁讲无爱，我要骑马逃走，所以恁会真紧逃走。恁讲我要骑快马逃走，所以入恁的人会入真紧。对着一个人话，恁1000人逃走；5个喊话，恁全部走散。剩下亲像山顶的一支旗杆，山头的一支大旗。上主要伫听候要施恩互世间，伊一定要起来怜悯恁。上主是公义的上帝，所有听候伊的人真有福气。徛起伫耶路撒冷、锡安的人民啊，恁袂阁再提口，
伊听到恁啼哭的声，会施温互恁，伊一个听到就会应恁。虽然主用艰难做饭，用困苦做水互恁，毋过恁的老师袂阁密起来，恁会亲目看到恁的老师，无论恁偏正边还是偏倒边，恁会听到后面有声对恁讲，这是正路，恁着行这条路。然后恁要将恁所雕刻上云的偶像甲所铸造包金的神像，甲因拍拉衫，亲像甲无清气的米撒，讲莫阁互阮看到。主的落雨，互恁也伫土里的种子生长，互土地所出的五谷好阁丰富。伫迄日，恁的精生会伫宽阔的草坡食草，犁园的牛甲驴会食用枪仔甲白仔用清气，用闪盐的饲料，伫恁的对着受大屠杀的日，因的守望台倒发的时，恁每一个大山悬岭拢会有溪水直直流。伫上主包扎伊互伊子民受的伤，伊伫伊甲因揭发的重伤迄时，月亮的光会亲像日头的光，日头会发出7倍的光，亲像7日久隆重的光。你看，上主本身对真远的所在来，伊的生气亲像猛烈的火在倒，亲像密密的烟冲悬，伊的嘴唇充满愤怒，伊的指亲像在吞灭的火，伊的气亲像涨到红滚的溪水，伊要用毁灭的刣仔刣列国，用要甲球斗伫伊的喙，甲因拖去死亡的地。毋过恁上帝的子民要唱歌，亲像最期的暗暝在庆祝，心内欢喜，分品仔上上主的山，上到以色列的石盘遐。上主要互人听到伊威严的声，互人看到伊刑罚的手骨，有极大的生气，吞灭的火焰，有刺雷、暴风，甲亲像石头的鞭炮。亚述人会因为上主的声惊吓，因为伊会用管仔拍因。上主每一遍用刑罚的管甲因讲，伊的子民拢会弹琴拍鼓配合。伫战争的时，伊会出手甲因交战。大卫特已经为着亚述王准备好势，迄所在火窟深搁阔，内面有火甲真侪木材。上主的气亲像在烧的硫磺，要甲木材点倒。第31章，惨啊！遐个落去埃及求帮助的人，因瓦克买，瓦克真侪战车，瓦克真强的马兵，因无爱仰望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嘛无要寻求上主的帮助。毋过上主有智慧，伊会降灾难，袂收回伊的话，会起来攻击歹人的家，对抗遐个帮助做歹的人。埃及人不过是人，毋是上帝。因的马是血肉，毋是心灵。上主一个出手，帮助的会跋倒，受帮助的会倒落去。两边的人
拢会做伙灭亡。上主有对我安尼讲，西也是西亚顿为着伊的纳物毋好，规阵牧者就挖来攻击伊的时，伊袂因为因的喊话着惊，袂因为因的宣话走闪。亲像安尼，上主万军的统帅为了来锡安山的山岭作战，亲像天使在飞的鸟安怎保护伊的囝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嘛要安尼保护耶路撒冷，伊要守护，要投放，要保守。以色列人啊，伫悔改，归向你所培立的上主。伫迄日，逐个人要扫除金的偶像甲银的偶像，就是恁双手所做，滴到恁家己犯罪的偶像。亚述会死伫倒下，毋是因为人会倒做正的；亚述会互刀吞灭，毋是因为人的刀，因互刀剑对入逃走。因的少年人一定会做苦工。亚述王会恐慌逍遥，因的官长因为惊吓放杀军旗逃走。上主安尼宣布：上主伫锡安山有火，伫耶路撒冷有火炉。第32章，恁看，有一个王用公正治国，有官长照正直治理。因每一个拢会亲像避风港、暴风雨中的避难所，亲像沙漠中的溪水，风暴中大石盘的应允。迄时，目光的人会紧紧看，耳孔有听到的人会注意听，冲动的人有好判断，喙齿钝的人讲话顺过清楚。无人会搁讲戆人是高尚，无人会称小人做君主。戆人讲戆话，心只有想要做歹，伊做亵渎的事，讲歹话攻击上主。伊互妖恶的人无米通食，放喙焦的人无水通啉。奸诡的人用的方法诡诈，因计谋邪恶。虽然困苦人要求公正，因要用伪证毁灭善食人。毋过，君主计划高尚的事，坚持做高尚的代志。清闲的妇人人啊，起来，来听我的话。无挂无虑的查某囡仔，着注意听我讲的话。恁遮的无挂无虑的查某囡仔，过过一年外，恁会惊吓，因为无逃通慢，无果子通收成。清闲的妇人人啊，着皮皮喘；无挂无虑的查某囡仔，着惊惊吓吓，着赤身裸体。摇下抹布，着为着好的餐地，为着结一拍一拍的葡萄树，堆兴哀哭。我主面的土地会发刺白甲杂草，快乐的城市，欢喜的家园嘛会安尼。王宫会互人放散，闹热的城市无人住。城堡甲守望塔拢会永远变做洞穴，真侪野驴甲牛羊欢喜的草埔，到上帝找伊的神对顶面拼落来，互咱。迄时，旷野会变做肥盐园，肥盐园会亲像树林。迄时，公平要住伫旷野，公义要歇伫
微软的土地。公义的功效是和平，公义的效果是平静安稳，直到永远。我的子民会住伫和睦的家，安稳的厝体，通歇困无受搅扰的所在。虽然树林受冰雹毁坏，城市受拆毁变做平地，毋过恁遮的伫溪边野种，互牛驴会当自在食草的人，实在有福气。第33章，惨啊！你这个还未受毁灭的毁灭者，你这个毋捌受背叛的背叛者，你毁灭人了后，你嘛会受毁灭；你背叛人了后，你嘛会受背叛。上主啊，人民阮在听候你，求你逐早起做阮的溃烂，伫阮拄着患难的时做阮的拯救。你一个喊声，万民拢得走；你一个转位，万国拢四散。人为来收拾战利品，哪阵草命工一活来，亲像草莓钱活去，人会安尼三井抢。上主受尊最大，伊住伫极悬的所在，伊要将公平正义充满释安，伊要互你一生一世安稳，有丰盛的救恩、智慧甲知识。敬畏上主是你的至宝。恁看，勇士伫街路底哀叫，求和的妻子哀惨啼哭，大路青青，无人得行，契约破裂啊！众人受看轻，人无受尊重，大地哀伤衰败，黎巴嫩更小孤大，沙伦变做亲像旷野，巴山甲加密的树叶落了了。上主安尼讲，即阵我要徛起来，要高举家己，显明我的大溃烂。恁怀孕的是初坑，生产的是麦高。我的气要拿火吞灭恁，万民为何火烧甲变做石灰，亲像站起来的刺白互火烧灭。恁伫远远的人，着听我所做的事；恁伫近近的人，着承认我的大能。锡安的罪人拢惊吓，无敬虔的人皮皮喘。因讲，咱减有人会当甲吞灭的火徛起，减有人会当甲永远袂花的火做伙大。遐个行为公义、讲话正直、厌恶欺压得来的财力，摇手拒绝贿赂，太耳空毋听害人的计谋。目睭无看邪恶，即款人会住伫悬的所在，用山岩的堡垒做伊的避难所。美牛攻击充足，水源不断。恁会亲目看到王的光彩，看见开阔的土地，恁会回想早前恐怖的事，心内讲：呾这个扣税伫倒位？底称进贡的金银的伫倒位？伫守望台底敢是咱的伫倒位？恁袂阁看见傲慢的人民，因讲人听无的话，讲话滴滴嘟嘟，人袂了解。着注目看锡安，恁守节的城，恁的目睭会看见耶路撒冷，一个清净安稳的主体，袂互人移煞的布边，伊的旗仔袂阁爬起来，伊的锁袂断去。伫遐，上主要对咱显出威严，遐有
开阔的江河甲溪，无战船经过，无大只船往来。因为上主是咱的审判官，是咱的指挥官，是咱的君王，以为该救咱，船的锁拢连去，篷条徛袂在，船篷踢袂开。迄时有真侪战利品通分，连骹摆的人拢有分。伫遐徛起的人，无人会讲我破病，自民的罪拢会得到赦免。咱今仔日圣经节伫以赛亚书第29章到第33章。